好，多謝作曲嘅Eric Kwok， 編曲嘅 Eric Kwok， 同埋填詞嘅黃偉文。好，霆鋒有冇人？多謝同我一齊寫呢隻歌嘅孫偉明啦，多謝林夕啦，多謝 TVB 同埋我唱片公司，同埋多謝所有中意編我呢隻歌嘅人 ，thank you。好啊，阿霆鋒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都知道咧，你對香港好有心嘅，就想你咧推廣下香港。你又畫咗啲畫咧，就係即係要嚟咧推廣下香港嘅，係俾我哋睇下。你又解構一下好嘛？呢個其實係我哋兩兄弟不嬲都好中意食嘅嘢嚟嘅。高少少。所謂香港係一個美食天堂咧，我就畫咗我哋兩個經常會喺公司後邊條街度吉魚蛋啦，同埋呢個碗仔翅啦，同埋呢個雞。如果大家唔介意嘅係雞蛋仔嚟嘅。哦，我以為石春嚟嘅添。呢個魚片嚟㗎，呢個魚片啊，係啊。喂，咁啊，我哋繼續喺呢度食嘢。阿 Nick， 你不如過去嗰邊準備下。唔該晒。Eason， 你覺得咧 Nick 畫成點啊？其實呢個係粥，呢個係薄餅，呢個係魚片嚟嘅。睇你點睇嘅啫，最緊要而家我哋睇住阿謝霆鋒唱歌啊，交俾你啊！從之前跨過亂髮到夢幻愛，從枕邊走出社外，從沙丘穿過鬧市繼續期待，從車站步向月台，懷着浪蕩的心情，灌輸這牽手的旅程。崎嶇的束腰令你與我人事不清，每次我其實都想告訴你，好不好棲息在快樂原地，只可惜放太大你太快，還是我在路上遺留下自己，這一生這麼曾趕上了你，偏不知終點是你在何地，感激這幾里路我與你纏在一起，我怕我無論怎加倍愛你，都不好安居在快樂原地，只可惜車太慢你太快，還是我在路上遺留下自己，這一生多僥倖趕上過你，偏不知終點是你在何地，感激這幾里路也試過纏在一起，未算別。我唔係一個好叻講嘢同埋做宣傳嘅人，同埋我係一個好，我相信冇一個我唔知咧，我覺得冇一個歌手中意做宣傳活動嘅，即係同一番説話講2000遍我覺得係假嘅，即係每次人哋問你嘅唱片風格係點樣啊，咪咁咯，有咩特別之處啊？冇。因為音樂係反映翻心入邊嘅嘢，你話係好個人係，但係同埋即係唔需要咁樣去多作解釋嘅。你話音樂節目有幾多？你要我攞個獎，我唱隻歌唔到，即係話或者可能係30秒、1分鐘。咁如果你俾舊時校長嘅，會唔會係甜熱火閃星星，河邊嘅火閃星星，或碎或現？多謝。咁究竟你係尊重音樂定尊重歌手，定尊唔尊重自己個台？下星期1小時版本嘅無線大寶藏，繼續有酷到爆嘅霆鋒出現。除咗欣賞佢喺唔同大 show 嘅演出，仲可以聽下佢對人生嘅睇法同對家人嘅感覺。記得留意啦。唔係話好大改變。霆鋒年輕嘅時候比較貪玩，反叛我行我素，其實佢都有認真工作嘅一面，對自己嘅演出要求非常之高。今集無線大寶藏，齊重溫佢全程投入嘅精彩演出。霆鋒經常參與慈善活動、動畫籌款，仲表演行鋼線，哇嚇親拉姑啊！同阿霆鋒講啲鼓勵説話，幫阿仔打下氣先啦。我知道會盡力㗎啦，不過要小心啊！
小心小心，做事事都要小心啊！一定。一定會，一定會。嗱，如果你準備好你咁樣啦，就話俾我聽我就激動到想喊噶啦。平峰，係準備好未？得。準備好，我哋就開始好唔好？定啲嚟啊！定啲啊！一、二、三。係，咁我哋而家睇到霆鋒咧就平衡得相當之好啦。係。其實喺咁高嘅地方咧，要平衡咧，除咗自己本身嘅平衡力之外咧，仲有風啦，風向。係啊，嗱，佢都識講嘢喎。你唔好講嘢啦，乖啦。不過佢好集中。你唔好講嘢，你乖啦，你好好地行啦。同埋呢條鋼線嘅彈性啦。你睇到個眼神咧，佢真係好有毅力。係啊，阿智叔啊，你曾經咧着過高踭鞋行鋼線，你俾啲心得佢啦。定。係。最緊要夠定。青春就無敵，你睇下佢。喂。咁咪坐喺度同佢傾下偈。係啊。你唔好嚇你媽咪同我啦。媽咪唔使驚，媽咪。你知啦，你媽咪又眼淺，肥肥 Auntie 又眼淺，你小心啲啊。得。嗱，不過霆鋒咧就受咗專人訓練㗎啊嘛，家庭嘅觀眾啊或者小朋友啦，佢教我單腳呢自己學。哎呀，單腳添啊嗱。好啦，快啲攬過啦，大步攬過。仲有2隻到啫。首先多謝兩位主席，多謝。好嘢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前奏嘅表演啫喎。仲有㗎。跟住蒙眼喎。未，佢哋。再嚟一個熱身先。而家徒手熱身下先。鼻蒙眼住徒手。一徒手就難過頭先有嘢揸啦喎。唔緊要，再嚟過。係，再接再厲。徒手啦，佢哋。你嚇死你媽咪啦，不如咁啦，直佢蒙眼啦。蒙眼嗰邊。蒙眼嗰邊。佢話即係馬上啊！既然咧即係頭先咧行第一次嗰陣時咧已經係平衡得咁好啦。係。啊！喂，為咗而家蒙眼啦。為咗避免阿拉姑再擔心多一次咧，甩咗鞋添啊！快啲着翻好你個白飯魚啦，係。就即刻蒙眼啦。時間關係。係。唔關時間事嘅。你媽媽嚟啊！最緊要安全嚟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俾時間你，充分嘅時間俾你，心理準備好先好行啊！哇！拉姑，你唔使擔心，菩薩會保佑佢嘅，真係。唔使擔心喎。唔好擔心，唔好擔心。你企定啲，係啦，慢慢先，你開步好冇？媽唔好驚，媽。好，深呼吸。得。OK。做個掂到先啊。掂。媽嚟。掂唔得，放手。喂。驚踩到自己對鞋，唔使驚，慢慢，最緊要定。咁我彩排嗰陣時咧，媽咪叫你唔好講嘢啊，你乖啦。你行咗4尺到噶啦。係啦，已經完咗一半路程啦。你定一定先。係堅持，做事事唔使驚，拉姑唔使驚，得，一定得嘅。媽你唔好咁咯，仲驚嘅，好冇？你咁樣佢仲驚啊！你冇事。媽一定冇事。我哋對你有信心。係，得。仲有幾多？3步。2步，夠到啦。仲有幾多？仲有2步。2步。2步。收埋。好。好嘢。為咗增加難度，霆鋒表演音樂劇都要吊威也。信息需信嗎？而這次叫你真的驚訝，最美亦最真，卻像是假。投入的聲音沙與啞，而你說你快樂已害怕，你不信任愛嗎？和情人三心一吻來代替講話，好嗎？這信號已無聲仿有聲，領略是你需解碼。和情人緊擁抱來代替講話，好嗎？你快樂眼淚雙灑了，而不准你灑。我在旁聲，不要害怕。不懂得講出心
句唇邊輕輕掛，給些信心好嗎？聽到低泣的聲音沙與啞，而我說我會來付代價。我心痛但你聽到嗎？和情人三心一吻來代替講話，好嗎？這信號已無聲仿有聲，領略是未需解碼。和情人緊緊擁抱來代替講話，好嗎？你快樂眼淚想灑了，而不准你灑。我在旁聲不要害怕。凝神凝望你這串淚笑，我發覺我已完全會厭，而無用你的戒指。和情人三心一吻來代替講話，好嗎？這信號已無聲仿有聲，領略是未需解碼。和情人緊緊擁抱來代替講話，好嗎？你快樂眼淚想灑了，而不准你灑。我在旁聲不要害怕。霆鋒、Eason 齊齊 Jam 歌，以歌聲答謝善長人翁。台风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。江湖豪杰来相助，黄小和马汉在身边。運是對手永不低頭，從來沒抱怨半句，不去問理由，仍踏着前路找青春找到白頭，成功只有靠一雙手。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，從來沒抱怨半句，不去問理由。仍踏着前路走，青春走到白頭，成功只有靠堅守信心奮鬥。叫同行萬里人邁步，莫怕惡風高，我相信同行萬里途，合力自會行對路。憑着龍泉下的勇，顯實力，覓我遙遠中國路。逝去舊夢，願你拋開。懷緬舊事，徒令感慨。求求你，讓我躲開，明知跟我沒將來。當飛花要翩翩飛別離時刻，真的不會改。盼豔陽常為你照就如挽回全部愛。多少淚，多少歡樂，化作無盡愛。默默回味過去情意，一一收起，關進心坎內。
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？爱情2个字，好辛苦。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，不应该的年代。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？不如温柔同眠。斜陽裏氣魄更壯，斜陽落下，心中不必驚慌，知道聽朝天邊日光新的希望。互助互勵又互勉，哪怕去到遠遠那方，前程盡願望，自命百煉鋼，淚下沒乾，敢抵抗高山，攀過望遠方。少少付出等於激勵，等於苦海翻細浪，藉着毅力自我志氣，總要步步前望。少少付出等於激勵，等於苦海翻細浪，藉着毅力自我志氣，總要步步前望。轉頭除咗睇霆鋒載歌載舞，仲可以睇佢演出搞笑趣劇，咪行開啊！俾啲豬頭骨我。台灣小旋風林志穎吹嚟香港，同霆鋒鬥唱鬥跳，呢場慈善賽夠晒睇頭啊！
望將我抱擁知你不會知，我先已知，你因我知，我不介意。風的我像個惡夢，偏偏你在對我供奉，產生化學作用，就如你一窩蜂，方向不管西或東。霆鋒雲線追落，以勁歌熱舞籌善款。天使從於一角色，能分析你眼睛，知這是正的，讓仙女接手我的意識，但亦有魔鬼進攻，會一勒域，而你眼睛的吸力，這種顏色沒法可抵抗的，越迴避越刺激，是石般的吸力，不再需要解釋，肉眼中感性的訊息。瞳孔可以收放，由光之刺激，人可通過這張盡流露意識，目光所說的那需注釋，望着你的雙眼睛，我怎壓抑？而你眼睛的吸力，這種顏色沒法可抵抗的，越迴避越刺激，似石般的吸力，不再需要解釋，用盡最大能力去為抗男士和女士，像南北這兩極加力，完全明了，是像內定下定律。
算算明了，是像內定下定律，不可以駁斥。而你眼睛的急離，這種顏色沒法可抵抗的，越迴避越刺激，似石般的急離，不再需要解釋，望你雙眼傳遞着訊息。你眼睛的急離，這種顏色沒法可抵抗的，越迴避越刺激，似石般的急離，不再需要解釋，肉眼中感性的。這種顏色沒法可抵抗的，越迴避越刺激，似石般的急離，不再需要解釋，肉眼中感性的訊息。酷爆嘅霆鋒同棒哥、修哥、大王三個合演趣劇，呢啲片段夠晒珍貴。你究竟搞咩嘢啊？嚇乜嘢？啊！我就終於就收到個細佬嚇，佢就浩南啊！未成年。哇係，叫大佬啊！大佬，喂喂，掂唔掂㗎？你哋做咩啊？啊！見到靚仔就嚇眼定定望住我咁有型，你又唔望我？我夾住你㗎。啊！你夾住我係嘛？好唔好規矩？有冇料到啊？點啊？其實我大學畢業咗之後出嚟成年都揾唔到嘢做，所以我而家要投靠做你會員，希望你啊俾啲豬頭骨我都我會搏㗎啦。點啊？啊大佬啊！唉，呢個應該呢個時候應該多收翻啲知識分子咁就得噶嘛。第時我哋又要上網啊，又搞咩大型嘢啊，咁搞大佢咯。哦，咁又係喎。好啦，我試用佢3個月先，如果有料到嘅話，我就收佢啦。多謝大佬啦，多謝大佬。嗱，你而家跟阿朱紅去同我收數先。哦，你叫朱紅收數。係啊，跟我朱紅係。我哋嚟望咩啊？嚟，快啲過嚟過嚟過嚟！喂喂，望咩啊？朱豪哥，我哋去邊度啊？嚇？去邊啊？呢條街咁嘈啊！係我啲係啊。去邊度？去邊啊？去收數嘛！啊，唔使驚㗎。我第一次啫喎，我唔係好識㗎。咁我都係第一次，咪係啩？唔使驚㗎，定啲嚟啊！定啲嚟啊！呢度好多僆仔同你靴㗎。哎呀，好，行啦行啦。咦，做咩啊？我發覺我突然間有幾聲咳，我都係放半日假嚇，我第日嚟揾你同你收數。等陣，我發覺我撻咗大佬2支咳藥水。咁好啦，梗係啦，嗱，飲咗佢啲自不然就解咳同埋振奮啊！振奮。好。好。哇！哎呀，掂唔掂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多勞多得，係。做咩啊？驚嘅咧，你哋好翻屋企啊，匿喺床下底，鎖埋嗰啲窗門啊，鎖埋啲門口，咁就咁啊點啊？穩陣啲啦。穩陣啲啊！唔該晒阿 Sir 啊！邊個咁 BBQ 啊？趕走晒我啲客啊嚇！喂，你就係呢度嘅揸 fit 人啊？係。你唔識我啊？我喺西貢出晒名，我係大羅哥啊！大羅哥啊！你兩個蛋撻而家係咪嚟撻嘢啊？我哋冇撻嘢喎。撻咩嘢啊？我哋嚟收咩啊？收嚇！唔怕話你講啊！咩啊？我哋嚟
收買爛銅爛鐵，啱唔啱啊？霆鋒長仔以趣劇形式宣傳職業安全。你今日咧就嚟我呢處翻工，嗱話俾你聽，呢間大公司嚟嘅啊，雖然得我哋兩個啫。哦，係。以後咧你就坐我對面得㗎啦。係。知道老闆。同我打咗份資料佢。哦，知道。死靚傾，唔知你做唔做到嘢，睇下你點先。幾快喎！咦老闆啊，咩事？我發覺咧，其實咧咁我哋咁樣打咧，手腕都會幾攰下。我諗其實如果有個腕墊咧，會比較好，同埋效率都會快好多。我買咗咯，擺咗喺樹啦，不過爛咗咁解啫嘛。咁你真係唔顧及我哋工作安全啫係嘛？黐線嘅啫，嗰樣又要買，依樣又要買，邊有咁多錢啊？咪蝕死我咩？你估真係？哇！老闆。其實我話俾你聽，你呢間咁嘅 office， 你千祈唔好睇少一張凳。其實你知唔知個凳嘅高度同埋呢個耳 pan 咧，都要調校到個身咁樣嘅，即係適合咗自己先至舒服同埋穩陣。同埋仲有呢啲4個碌呢啲咧，隨時反凳嘅，都唔穩陣嘅。我哋應該有一啲，唔該5個碌嘅，呢度，咁先到舒服同埋轉陣啲噶嘛。真係？係啊，你試下先。不過我覺得咧，你間咁嘅公司咧，咁危險，我都係轉工啦。嚇！我攞埋你個碗錢。係。霆鋒一出世就係大家嘅追訪對象，細個仲經常喺熒幕出現。想睇翻佢當年嘅 Q 樣，又想了解多啲謝氏一家，就咪行開啦。我個仔一踏出咗呢一步咧，佢正式入行啦。演藝世家出身，霆鋒細個已經上電視，同4哥一齊為拉姑慶祝母親節。你唔識到首詩？啊？哦，我從不忘棄一張紙。咩啊？唔係，人哋用國語讀嘅。用國語讀，咁好易啫。爹啲國語好醒啊！嗱，聽住啊。哇，衝夫汪。笑咩？好似人潮州話咁。潮州話同國語咪一樣，差唔多啫嘛。唔使。嗱，後邊有廣東話噶。嗱，聽住啦嗱。媽媽好，世上只有媽媽好，媽媽照顧到我老，係啦，使乜用國語讀啫？點解歡樂今宵朗誦比賽啊？哦，歡樂今宵咪紀念母親節啊嘛。點解有母親節啊？因為母親咧就好偉大嘅，所以每年5月第2個禮拜咧就我嚟做母親節嚟紀念母親嘅。母親節就做啲乜嘢㗎？做啲母親喜歡嘅嘢啦，你。媽媽平時喜歡做咩嘢，你咪做咩嘢啦？可以。平時媽咪最中意打麻雀，不如我哋陪佢打麻雀。傻仔，打麻雀係大人打啊嘛，細佬哥唔打得噶。細佬哥咧只可以聽媽媽話。媽媽咧譬如叫你食多啲飯啊，照顧妹妹啊，同埋早睡早起啊咁啊嘛。咁你而家食咗瞓到而家先起身㗎？係我瞓到而家先起身。媽咪冇叫我早睡早起啊嘛，媽咪叫你啊嘛，嗰個係你媽咪嚟噶嘛，唔係我媽咪嚟噶嘛。你又叫佢做媽咪？我叫佢做媽咪係跟你叫噶嘛，佢係我太太嚟噶，所以我叫做太太嘅，知唔知？不如我跟你叫佢做太太。傻嘅，點可以咁啊？好啦，算啦。嗱，你錫唔錫母親嘅？錫。嗱，咁母親節嗰日，你不如同媽媽掃地啊嗱。嚇！掃地？好彩1年1次母親節啫。如果每日你要掃地，好啊！咁你唔掃地都得嘅。咁你不如送樣嘢俾母親啦，好冇？嗱，呢架車，跟住送呢架車啊，俾我睇下。睇下。呢幅圖。哦，你畫㗎？係。睇下。又幾靚喎！好，你坐喺度先。又幾靚喎！霆鋒細個好百厭，仲曾經被拉姑罰剝光豬。咁結果連底褲除埋，往入 lift 啊！
咁點啊？運你係 lift 裏邊啊？如果你冇見過就 OK 啦。我冇見過啊。呢個就係我哋嗰架 lift 啊嘛。係啊。咁點啊？跟住罰咗你。唔係，因為我唔記得咗我扮演乜嘢，打完斷一支排斥，再打斷一支嘅。哇！咁你都幾曳下嘅，一定。唔係呢個係可能媽咪覺得，因為媽咪係孤兒嚟嘅。係。咁佢覺得佢嘅親生骨肉係佢最親嘅人嚟嘅。咁就媽咪厭嘅。但係我從來冇怪過媽咪嘅，我甚至乎如果我有個仔，你都會咁，唔好話我會出 lift 啊，即係我都會幾嚴下嘅。但係最好笑，後尾我近期聽翻就係話即係打到我好多痕啦，但係其實我都已經係半方細過嚟嘅啦，都已經慣咗嘅啦。係唯一。反而你嗰陣時自己都未覺，你而家諗翻起先至覺。係啊，咁跟住爹哋翻嚟啦，即係爹哋翻嚟，一個仔咧。唔知我出街，咁係連底褲都冇嘅。當年霆鋒加入樂壇，拉姑非常擔心。仔要出台啦，我個心係好亂，我覺得人生仲亂過有個手術刀對住我。點解咧？我覺得我個仔一踏出咗呢一步咧，佢正式入行啦。佢要受嘅壓力係好大，佢要學嘅嘢好多。係咪話你真係好勤力，你個歌唱得好好，你就會紅或者？即係我做呢行做咁耐，我驚阿仔唔知道嘅就係話，唔係一定你付出咗就有收穫㗎。喺呢行都要講下命水啊，都要講下時機啊、機會啊咁樣。咁所以我好亂。但係當佢唱完歌之後，你又個心又點諗咧？唱完歌就講。你嘅一字馬有冇爆胎啊？係啦。我第一件事就話：阿仔，乜你得嘅咩？阿媽唔知嘅。咁你條褲有冇爆胎？即係咁樣嘅反應咯。真係嘅，成關心。講笑啫。係啊。作為拉姑同四哥嘅仔，霆鋒自己又點睇呢？就係比較方面啦，永遠就係行出嚟就係始終都唔及當年嘅老四啊！你唔係四哥個仔，唔係拉姑個仔，你估你有冇咁幸運呢？冇。但係對我所做嘅嘢係唔會變嘅。都係一樣。其實我未必咁早簽到公司啦，但係我出嚟嘅態度，所有嘅嘢都會一模一樣，因為我相信由我簽約嗰第一日之後嘅嘢都係我自己累積翻嚟嘅。和諧家庭鬧出分辨，喺96年四哥拉姑離婚，對霆鋒打擊好大。我盡量去避免聽到呢咁嘅消息，因為第一自己唔在香港，唔在佢哋身邊咧，就想幫都真係力不從心。即係而家目前嚟講，你會最擔心係咩咧？喺家庭方面，你會擔心啲咩？真係我個妹，就可能細啦。你話唔俾佢知，佢唔知就假嘅。呢啲嘢一定聽到嘅。最弊就係佢自己嘅分析能力又去到邊度？有傳火爆嘅霆鋒已經收火。我又覺得其實唔係話好大改變，只不過大家有好多時會覺得霆鋒變咗喎，啲火收咗。唔係嘅，我覺得譬如話火都分幾種，你話紅熱、藍熱、白熱，咁或者只不過而家個火係擺喺另外一個階段去發放出嚟，唔代表我冇火㗎，唔代表我會傻㗎，唔代表我會。我覺得做一個 artist，如果你冇嗰種火咧，你不如唔好做。因為火係靈感，火係爆炸力，火係台上嘅 performance， 火係我點解夠膽可以喺火度行出嚟，即係拍緊戲嘅時候。呢個係個衝勁嚟嘅。你話其他嘢變嘅話，或者當然好多嘢會學識點樣唔好再疏忽。但係我今日我可以對住天講，我頂天立地行翻出嚟，我係對得住自己，因為只要你一個人可以翻到屋企望住塊鏡回心微笑，我知我做過乜嘢，我知我冇做過乜嘢。無論霆鋒發生咩事，喺阿媽拉姑心目中都係一樣。喺阿媽心中個仔乜嘢都係100分噶啦，呢樣嘢冇得傾嘅。對唔住，你哋唔認我都要講，總之係100分。再將來啲咧，個仔嘅路向會點行？你想個仔點行？冇得想啊！呢樣嘢係天時地利好多嘢夾埋。我想我個仔係做乖乖仔，但係而家興啲頭髮係咁棟篤企嘅。我想我個仔，哇唔係話要見底褲嘅咁，但係而家係潮流係接受嘅咁。咁你點解一定要去同佢拗啲咁瑣碎嘅嘢啦？所以而家我淨係關心佢嘅就係佢嘅健康，佢嘅體力。
霆鋒喺圈中人緣甚佳，朋友多，感情生活亦非常豐富。轉頭睇啊！99年謝霆鋒生日，老友 Eason 陪唱陪玩，兩個大細路玩到癲，仲合唱《正義大朋友》。生日快樂！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不過有嘢做開心啊！你知唔知你嗰首《正義大朋友》咧叫咩得啊？攞到呢個今年嘅兒歌金曲啊！恭喜晒！而家啲低奶喺度啦。係啦，咁啊而你個獎咧就會由你個好朋友頒俾你。低奶個獎咧？頒獎。幾多大啊？佢話 no。恭喜晒！恭喜你啦！你多謝啲咩人咧？請問你？多謝翻寫呢隻歌俾我嘅山本陽太啦，同埋多謝蒂娜啦，好似想打你咁。多謝兩位，多謝。今日彩排收到嘅第一個蛋糕，係好靚啊！食晒佢記住嗬。多謝多謝。好味。自己偷食。喂，不如咁啦，依家咧就同蒂娜咧一齊唱呢隻《正義大朋友》，好唔好啊？好。有好多怪獸喺你嘅背後，低手通街道，所有勁，有一位老友，永遠會替我出手。低手被或收，一直沒遺漏。手持政府救地球，救地球，怪獸夠把手，打不夠，打不夠，飛一腳，打低三隻，別妄想飛走。霆鋒朋友多，女朋友亦唔少，最轟動嗰個應該係王菲。王菲就係為一個產品做宣傳，咁啱霆鋒就有新戲開工要拜神喎。我哋去完兩個記者招待會，發現佢哋有好多地方都好相似㗎噃。第一係件衫，大家都心有靈犀着深色衫出席記者招待會喎，而阿飛仲賣大包，後面係透視㗎。第二，王菲霆鋒手上咧都戴咗同款嘅情侶戒指同埋情侶手鐲啊，不過呢樣以前都見過㗎啦。第三就係佢哋一齊剪咗一個情侶鏟青頭喎。當我哋問阿飛點解要剪頭髮，就更加證明佢哋夾到絕啦。咁巧或者咩？唔知係咁啱定咁巧。當我哋問霆鋒點解佢要剪頭髮嘅時候，佢嘅答案竟然係一樣嘅噃。我自己都悶悶地啦，即係之前我拍上一部電影之前已經剪咗㗎啦，即係我去做季選之前已經剪嚇。點解會剪個？因為暑假會熱咯。至於佢哋第五個相似嘅地方，就係尋日佢哋齊齊揾大錢，所以一樣咁開心啊！真係令人唏噓啊！也許相戀這條路，擠迫的懷抱，不夠讓我高攀進內才摔倒，踏上分手這條路，才令我突然看到你的天空宇宙，只夠我流淚，不可跳舞。然而肉眼中找得到，要走得比你早。